最後入閘係三江飛輪。全部馬匹準備投檔3場賽事，4班2200米嘅長途賽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管之友都例牌，讓賽慢咗閘噶啦。前面快嘅馬客家之光快啊，響外邊啊夢照發走咗上去啊。第3位有密密送啦，內欄第4係綠色巨人啊。第5位嘅馬啦，咁啊藍衫嗰隻呢，咁啊就係捷足奔馳啦。內欄淺藍衫第6位係幸運同行啊。後啲嘅馬八進笑聲啊，紅衫大約尾5到啦。外邊啊掌聲啊，尾3係管之友啊。尾二位置三江飛輪暫時墊後係開心3多嚟噶。啱啱第一次轉彎入直路啦，夢照發呢就放咗出嚟跑喎。跟住喺第2位啊，有客家之光啊，外邊掌聲呢，外搭望空咗，不如走上啲啦，上咗第2添啊。內欄第4位有綠色巨人，第5位嘅馬係密密送啊。咁啊內欄跟住第6幸運同行啦，第7位二搭藍衫藍帽呢，就係呢隻捷足奔馳啊。後邊4匹馬八進笑聲啦，尾3內欄位置呢，就係管之友啦，暫時墊後一隊，內欄位置就係開心3多，出邊呢，就三江飛輪就紅衫嗰匹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夢照發嚟嘅，咁啊接嚟咗第1個身位到啦，客嘅呢個掌聲啊跟住個第2啊，內欄第3啊綠色巨人啦，客家之光啊跟住第4，內欄第5幸運同行黃衫第6位仲有密密送啊，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內欄尾5黃衫管之友啦，出邊捷足奔馳啊，後邊3匹馬紅衫尾3係八進笑聲啊，尾2就開心3多啦，暫時墊後仍然係三江飛輪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咯，有馬走啊，外邊客家之光走咗上去，跟住喺第2位啦，內欄啊夢照發啦，中間位置係掌聲啦，出邊綠色巨人響第4位，內欄第5位幸運同行，中間第6密密送，出邊捷足奔馳，後邊4隻啊，尾4中檔啦，黃衫打緊邊啊，管之友啊，尾3內欄開心3多啦，後邊2隻八進笑聲同埋三江飛輪嚟噶，捷足奔馳呢收到好慢嗰匹嚟噶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客家之光走甩咗1個馬位啦，見中間位置綠色巨人就好大隻追緊佢噶啦，外邊有幸運同行上緊，再見到出邊有管之友，入邊呢就夢照發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客家之光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幸運同行個勢頭相當勁啊，3幾步已經將佢追過，管之友進佔第3，綠色巨人響第4位，接近終點啦，幸運同行贏啊，客家之光第2，第3名嘅馬管之友，第4名呢係綠色巨人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幸運同行咁啊，楊明倫加埋蔡約翰呢個組合呢，咁啊過往好少噶啦，上次上名都係呢隻，結果呢亦都憑呢匹幸運同行咁啊攜手合作贏馬，跑第2名客家之光，第3名管之友，第4名綠色巨人。幸運同行，蔡約翰、楊明倫保走今年嘅法國5月杯，跑第2名係大熱門客家之光，跑第3名管之友，綠色巨人跑第4。都係呢幾隻喺前面翻嚟，咁但係呢，贏馬嗰隻就7.7倍11號嘅幸運同行啊，楊明倫。同阿蔡約翰歷來合作贏馬唔係好多，但係今晚呢合作贏馬兼捧杯。翻版就單 T 啦。
幸運同行呢，今日到最後呢，佢就7.7倍贏馬，但後尾呢係位置着6格仔嘅。上次贏你，今次都係贏你。咁啊，翻版單 T 153蚊，不過3重彩呢隻行頭都好分喎。差唔多有1200蚊啊，1182蚊啊。咁啊，楊明倫嘅發揮啊，令你安心啲嘅。今次一樣都係貼住條欄同你慳。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啲呢，其實初期蔡約翰開倉冇耐呢，揾阿楊明倫試閘嘅。好啦，咁啊即刻睇啲預計派彩先啦。咁啊跑第一名呢，就11號嘅幸運同行，獨贏派77個半，位置派20個半。跑第二名係10號客家之光，位置派17蚊。跑第3名呢，就8號嘅管之友，位置派20蚊。跑第4名就係2號嘅綠色巨人。連贏10搭11派163蚊。二重彩11號10號順序派349蚊。三重彩11號10號8號順序派1182蚊。單天就派153蚊。位置囂10搭11啦，就派59個半；8搭11派78蚊；8搭10派47個半。4連環2號、8號、10號、11號派653蚊。睇埋4重彩11號、10號、8號、2號順序派14393蚊。法國5月杯，今年就楊明倫夾住蔡約翰啊，贏咗呢場大長途嘅賽事。即係夢照法當嗰隻客家之光中段走嘅時候呢，一俾馬冚咗呢，就都啲走勢都開始轉弱啊。好似其實早段放棄咗咁啊，當堂。係啊，因為佢唔係放得好快嘅，其實都放得舒服嘅早段，變咗個演出就失望啲。捷足奔馳潘頓都係鎖唔住啊！今日啊，第一個彎已經即係好搶口啦。開心三多亦都係啊，真係呢個無氧跑呢個路程呢個階段都係困難啲。你見佢早段都係一路得個捉字，捉嚟捉去都唔係好捉得好順。嗱，呢匹幸運同行啦，再講打開勝利之門就捧杯。係贏多場添。係啊，今晚蔡約翰其實出馬都即係都係下半場會比較多啲啊。咁啊，依家就56長頭馬噶啦。嚟緊我哋星期日呢，亦都會轉播啦，就係晚上啦，法國2000堅尼賽馬日嘅。睇埋個頒獎儀式，亦都恭喜晒騎練同埋馬主啊，捧走今屆嘅法國5月杯幸運同行。即刻睇翻個場內影片啊！8檔嘅管之友呢就出閘就慢啲嘅，佢真係行出嚟嘅。咁啊前邊就見到貼欄啦，綠色巨人啊等你哋埋嚟啦，客家之光都捉住㗎啦。咁啊夢照法慢慢走上去睇下潘頓啦，捷足奔馳呢度其實開始都鎖唔住㗎啦。咁啊所以拱咗嗰啲八進笑聲啊同埋掌聲啊嗰啲出去嘅。貼欄就係幸運同行啦，今日管之友都好快攝咗埋欄嘅。尾二就三江飛輪啦，包尾開心三多。呢度呢，一路都捉唔到，同我惡咁樣。啲掌聲都跑過去嘅，飛到出邊嗰度轉咗個闊彎，後邊咪開心三多咯，都係捉得好辛苦咧，一路都捉唔到。後邊有部分馬呢都俾嗰隻鐵足奔馳影響到嘅，因為你啲騎師跟住你，佢都唔知你想點，係想再留多啲啊，定係走咗去啊咁，所以都會影響咗啲發揮。反而內欄啲馬就走得順啲。啱啱見到綠色巨人好似避一避嗰個終點嗰啲光咧，佢自己挨咗出嚟嘅。咁啊，跟住依家留翻住啦。客家之光少少搶口啦，咁但係今日少奶都算定得佢好靚噶啦。
跟住都用一個新啲嘅跑法啦，都係中段走上嚟先。前半段黃志發都係走得好鬆容嘅，咁啊大家都係一隻跟一隻啊，一 pair 咁樣泊好晒車㗎啦。都唔係真係話好逼佢嘅啫，掌聲其實本身都話一個身位後邊，所以一路都跑得好順。係啊，都係由你走啦。嗱呢度就移定出嚟啦。咁我見到後邊有啲騎師，譬如阿班德禮啊、潘頓嗰啲都移定出嚟㗎啦。咁呢度真係撳掣走啦，就客家之光。但係一過我就真係過咗嗰隻夢照發㗎啦。咁後邊嗰堆騎得最大力嘅，梗係就係阿田泰安啦，因為佢都知冠之友係要撻嘅。但係拔進少星跑得咁論盡嘅，而家呢度佢都唔係跟住嗰隻捷足奔馳嘅啦，已經。翻嚟你今日自己都唔多。係咯，跑得咁論盡，好似駕馭唔到佢咁。咁啊最輕鬆就係幸運同行啦。咁入到嚟直路先騎嘅。攞位好順啦，呢隻幸運同行。楊明倫跑呢啲路程啊，嗰啲之前啲慶萬家啊，咁啊跑呢隻啊，咁都跑得好好嘅，其實都跑長途。冠之友就恰如其分啦，加咗少少磅呢，咁啊跑過第3，但係佢呢個路程都真係好準嘅。第3場賽事都復榜完畢。位置 Q 派彩10搭11派59個半，8搭11派78蚊，8搭10派47個半。二重彩11號、10號順序派349蚊。4連環2號、8號、10號、11號派653蚊。4重彩11號、10號、8號、2號順序派14393蚊。孖寶頭關3號、尾關11號派154蚊，頭關3號、尾關10號派22個半。底後孖 T 頭關3號、7號、12號、尾關8號、10號、11號派1910蚊。分段時間頭段14秒65，第段24秒53，第3段25秒1，第4段25秒74，第5段23秒48，末段24秒28。賽事完成時間2分17秒78。